小樹窿傾下偈，拆走錯誤。以前做功課嘅時候，用鉛筆寫字嘅話呢，寫錯我就會攞個擦紙膠係咁擦。咁有一次我就如常咁做功課啦，嗰日已經好攰，咁我又寫錯字，就好嬲自己，攞起嚿擦膠係咁擦，係咁擦，擦到張紙都薄晒，爭啲仲穿埋添。嗰下我就停低咗，放低個擦紙膠，望住寫錯字嗰位。雖然個字跡係差唔多俾我擦甩晒，但其實都會有一笪笪灰灰地、黑黑地嘅痕跡，張紙亦都已經巢晒。我就發現其實當做咗一啲錯誤嘅時候，可能始終都係會留低少少痕跡。無論點樣努力去擦，嗰種發生過嘅事實或者錯誤呢，可能都係會留低喺度嘅。但係其實錯誤無論係喺功課或者喺我哋嘅生活，喺我哋嘅人生上面，都係必然會發生。所以我哋唔需要追求完美無瑕嘅狀態。做過一啲尷尬嘅事情，講錯一啲錯誤嘅說話，我哋可能都會好想有超能力，一下就冇晒咁樣。但正正係呢啲痕跡，先會令我哋學識點樣去做好下一步，活好聽日。所以各位小朋友，記住大家係可以接受自己一啲小遺憾、小錯誤，呢啲都係我哋成長嘅一部分嚟㗎。想聽更多故事，歡迎你繼續打嚟關心一線27778899，接通後撳2字，或者 YouTube 搜尋小樹窿電台 Podcast 頻道重溫。拜拜。